大家都知道骨性關節炎係因為軟骨磨損導致，但係有一點經常俾大眾忽略，軟骨幾乎冇血液供應。了解呢一點好重要，因為體內幾乎所有組織嘅愈合都係依賴血液循環，肌肉嘅愈合能力相對較好，因為有大量血管，骨骼亦都係咁。但係軟骨並非如此，軟骨冇血液供應，一旦軟骨受損就無法逆轉。呢個亦都係點解無論服用任何補充劑或注射任何物質都無法治療受損嘅軟骨。要解決呢個問題，核心原理好簡單，就係轉移負重，將壓力從受損嘅內側轉移到健康嘅外側關節腔，就能夠有效緩解壓痛。透過佩戴專業嘅減壓免負重矯形器 K39D， 佢不僅透過3點矯力轉移負重，做到精準止痛，更能夠增強關節穩定性，改善關節嘅自身體感。同時，護具仲能夠俾你更安心、更輕鬆咁恢復日常運動。面對膝關節炎，唔一定只有手術呢個選項，選擇安全有效嘅護具治療，同樣能夠為膝關節有效減壓，保護膝關節。從非侵入性治療開始，免費試戴服務現已接受報名，立即點擊以下連結預約免費試戴。推廣期內成功預約即可享有交通資助。若想了解更多骨科疾病，護具治療骨科痛症指南已喺3聯商務中華書局發售，從知識改變命運。